只要前辈不赶我走，配灵院神师受戒，终生侍奉前辈左右，追寻大道。随心所欲，又是自由吗？世间种种，不一而足，人心所求，却又何其相似？凭什么将全族安危记在我一个女子身上？凭什么把我像一个名贵的物件一样，今天给陆家，明天给秦家，从来没有人问过我喜欢什么？你能带我走吗？我们离开这里，无论去哪里都可以。我正好给你做了一件，你试试看，合不合身？再见了，愿你终有一日能找到你要的自由。